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光教会。今天是我们戏剧夏令营的表演。我是1年级的徐慕凡，我是2年级的蓝云云，我是5年级的蔡龙哲。现在来欢迎我们戏剧夏令营的营长吴诗慈老师，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6年级的吴思慈。这一次呢，我们在7月11到14号办这个夏令营3天半的时间。那其实呢，他们在训练的时间蛮短的，因为我们还有做艺术创作。那这一次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哈，我们的主题金句就是"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我希望呢，我们的孩子他们真的是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前面照亮他们的旅程，他们人生的道路。那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立安老师，好，我们立安老师先起立，对，好，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艺术创作的敏如老师。那敏如老师呢，他也在京剧上面选了一个京剧，然后呢，这一句京剧是在这个箴言好23章25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当他把这个京剧给我的时候，我就哭了哈，因为刚好跟我妈吵架。好，那我就觉得神真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所以呢，我们的老师们都是用这个主题京剧在编排我们所有的戏剧内容。那我们的立安老师呢，他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戏剧老师，然后呢，也是跨欧亚吗？好，就是他在创作上面，然后还有戏剧的脚本上面，全部都是他来设计安排的。那我们也很荣幸今天可以呢把这一出戏呈现给大家，还有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那希望呢邀约我们到那个各国去表演哈。好，那我就话不多说，我们就拍手欢迎他们的演出。等了那么久，诗词老师终于讲完了，我们表演终于要开始了，我好期待哦！待会儿如果觉得我们演得很棒，请给我们掌声，演员们都会很开心哦。演出完后记得要拍照、握手、签名都可以哦。你也讲很久哎，我们的表演赶快开始吧！演出剧名：跟着阿光去旅行 ，Go！搭上去。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花时间在一起，好朋友一同彼此聆听。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一定帮助我，好朋友一同笑哈哈。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好朋友，我相信你的应许，为了我你生命做我的朋友。放暑假了，我要去台南找阿公玩。放暑假了，我爸爸要带我们去日本玩。放暑假了，我要去韩国学跳舞。放暑假了，我们要去香港迪士尼玩。放暑假了，我们要去垦丁住饭店。阿光，你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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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光的妈妈好像没空。我都没看过阿光爸爸。阿光家是不是没有钱出去玩？阿光好可怜呢。我。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一定帮助我，好朋友一同笑哈哈。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好朋友，我相信你的应
假了，我爸爸要带我们去日本玩。放暑假了，我要去韩国学跳舞。放暑假了，我们要去香港迪士尼玩。放暑假了，我们要去垦丁住饭店。阿光，你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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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我要自己一个旅行，而且我已经12岁了，不要小看我年轻。孩子，你是谁？我是天使加百利的女儿，我叫做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对不起，加油你好。孩子，出去走走吧，去看看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去看看你是怎么来到这世界上的。飞机走吧。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日。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空气称为天。第三日，天底下的水聚在一起，土地露出来，水的相聚之处为海。神又说，土地要长出各样的青草、蔬菜及树木。第四日，神造众星球。第五日，神造大鱼和水中的各式生命，
还有土地上的各式生物、动物。第6日，神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赐福给他们。神命名男子叫亚当，女子叫夏娃。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子孙，神的儿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真伟大！阿光，嗨，仙子加油！阿光，神造你，也要你来经历生命的美妙。更何况他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我可以吗？虽然我是长得蛮帅的，但是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又能做什么？阿光，只要你有信心，凡事都能做。拿着你的地图去找找世界上最有信心的人吧。幼发拉底河，古巴比伦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是亚伯兰，后来神帮我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大家来看看我的故事吧。那一年我已经75岁了，我的妻子萨拉也65岁了，我们都没有小孩。有一天，神出现了，神对我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虽然我们的年纪都大了，但是我相信神的呼召。我们和家丁一路走到了迦南地，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我们也绝不放弃。一转眼，我100岁了。我的萨拉也已经90岁了。神应许要赐福给我的太太，让我们有小孩。结果她怀孕了。神说萨拉要生1个儿子，萨拉就生了1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叫以撒。感谢神让我们有了孩子，我也决定不论任何事都要听神的指示。以撒慢慢的长大了，我带着以撒，我想要常常的亲近神，跟神交流。于是，不论我们搬家往哪里去，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逐神的坛。
好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常常的敬拜他。有一天，上帝又出现了。这一次，他对我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独生子以撒到我指示你的山上去。你到那里去，把你的儿子给杀了，当作祭物献给我。”我很痛苦，可是我相信神有他的计划。我带着以撒到山上去。以撒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就把他捆绑起来，放到祭坛上。这个时候，我拿出了我的刀，我要杀死我的宝贝儿子。我很痛苦，但我决定还是要杀死他，献给神。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出现了，他喊着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也出现了，他对我说：“不要伤害这个孩子。现在我知道你对我有信心了。”我赶快抱起了以撒，和他抱头痛哭。我对上帝怀有多大的信心？我相信没有耶和华是做不到的。我也相信他可以使我的儿子活过来。这就是我的故事。嘿，在叫我吗？你是说我长得很帅吗？对了，我有事情要请问你。什么事呢？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要怕，只要信。没错，我们的上帝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让我介绍一个人给你吧，他出生在马槽里，我们又可以叫他平安王子。平安王子。耶稣降生在马槽，玛利亚和约瑟走进伯利恒城，在一间旅馆的马槽生下了耶稣。耶稣长大了，耶稣行神迹医病。瞎子得看见，跛脚会走路，人死而复活。耶稣进城，他是骑驴君王，民众们热情地欢迎他。最后的晚餐，耶稣和12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耶稣说：“今晚有人会卖了我。”门徒惊讶地问：“是我吗？”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血。那一夜，耶稣被抓走了。耶稣被钉十架。耶稣死后3天，耶稣复活了，并且多次向门徒们传讲福音。这是平安王子耶稣的故事。耶稣，耶稣，阿光，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因为我想成为一位好牧人，看着我的小羊，我好爱他们。好牧人为小羊舍去生命也没关系。好牧人，你的爱太伟大了，我想向你学习爱。我的小羊，在你心中，爱是什么呢？你先想想看。爱是什么？阿光，爱是什么？答案就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说自己一出，不轻易的发怒，不听他人的恶，不心怀不义，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
永不止息，爱永远都在。爸爸妈妈，想家了吗？没有啊，我没有想家，自己一个人出来旅行也很好。我真的很好哦，我相信我很强。阿光，你看，这是我和爸爸妈妈的合照。这段时间你看见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造人，并且认识了亚伯拉罕、耶稣，还了解了耶稣所说的爱。但你心中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自己去跨越。阿光，加油，你一定可以的。Jesus is the one who lights our way. He gives us hope for each new day. When the world feels dark and lonely, His love illuminates. He's the one I trust and I will follow Him. He is the light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ness.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it up. Jesus will guide us through every dark time.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up the world. Jesus is the one who lights our way. He gives us hope for each new day. When the world feels dark and lonely, His love illuminates. He's the one I trust and I will follow Him. He is the light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ness.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it up. Jesus will guide us through every dark time.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up the world. I'm gonna follow Jesus wherever He will lead me. I'm gonna follow Jesus all the way. I'm gonna follow Jesus wherever He will lead me. I'm gonna follow Jesus all the way. He is the light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ness.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it up. Jesus will guide us through every dark time.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up the world. Light up the world. Light up the world. 有了他的爱，有了上帝的爱，还有他的光，一直照耀着我。我相信，在我的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可以跨越。太好了，阿光，这是上帝给你最棒的礼物。我也要送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圣经。从今天起，你就是新造的人。穿过天之涯，越过地之期。
我们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跟着OK， 1、2、3，跟着阿光去旅行，演出完毕，谢谢大家。感谢。跟着阿光，大家好，我是阿光。跟着阿光去旅行，虽然演完了，但是请大家继续跟随上帝的旅行，一起加油吧，加油！